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40篇8節，我的神啊，我樂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裡。我的神啊，我樂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裡。藉着神嘅話語對我哋嘅勸勉同埋安慰，喺困難中耐心等候神，相信神會垂聽我哋嘅禱告。神仍然與我哋同在，唔會撇棄我哋。又因着經歷神嘅拯救同埋恩典，我哋要勇於傳揚，分享見證神嘅美善。當我哋與神嘅關係越嚟越親密，生命被神嘅話語所充滿，被聖靈更新改變，我哋就能夠睇見自己人生一切嘅經歷存在神嘅話語當中。神嘅信實使我哋心存敬畏，並樂意跟隨神嘅旨意而行。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禱告，阿門。